高铁的混凝路段一直拢有地站陷落的问题，其中第78线甲高铁交汇所在，这地站已经达到1公尺外，是全国上界严重的。也毋过，云林县政府所表示讲，这沿路有12万外口的水井，目前敢若会当管制，袂当禁止人来抽水，所以要着等中央出面来解决。 旧年高铁沿线包括中华云林、隔江、八大继续纳入量对2.6公分到5.4公分。云林县土库第78线甲高铁交界的所在，累计纳入量达到114.2公分，是全国纳入上严重的所在。这个路段经由高铁公司施作桥梁预防性的改善措施，以及公路局移除了台78号的高路体荷载，改以钢桥形式取代之后。 经过我们的长期追踪，呈现量已经趋于稳定。云林县府水利署表示，虽然相关单位有咧防止地站纳入，不过云林高铁沿线合法水井有126000口，政府只会当管制抽水，袂当禁止，辅导农民改正办米，佮拄到困境。水田它原则上来讲，它几乎100%的是都可以机械耕作。 所以它在人力上是最没有问题的。那我们要转旱作的时候，因为各种的旱作，它目前来讲，它机械耕作比例都跟那个水田比起来都有很大的落差。水利署表示，若要辅导高铁沿线农民改正，除了有人无够的问题，还有产销无平衡的情况。因为农民若要种田卖用水，干会当用契约的方式去种，无保价机制，加减会降低农民改正的意愿。这款问题，搁要等中央解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